国民党这边咧，因的副主席夏立言今仔日率团去访问中国，因为中国还阁继续伫台湾周边的海域咧演习，时机点敏感，陆委会有请因莫去。这个夏立言是讲，离陆委会间内要访问中国，并无适合的时间。伊讲因这回是单纯去关怀福建、广东、长江三角洲的台商甲留学生，未去北京。派派呀，伫咧机场柜台报道，因为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带南洋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、党主席朱立伦姑仔、真立委高书博各位人，在厦门航空在点25分的班机去中国。从6月就开始规划，我们去聆听在大陆工作的朋友们的这个心声，适时的、有尊严的替他们反映。夏立言这个人10号到厦门了后，随住伫咧嘉义酒店到20号出关，伊加21号会见厦门台商协会。率入去广东和台湾拜会当地台商，23号去浙江、江苏和上海和当地台商经济考察交流。26号回到厦门，27号返来台湾。不过传出可能有温总办的行程，会和国台办主任刘克义、海协会会长张志军明会。我们更没有要安排到北京去。至于说我们到了那个地方，我想客随主便，当地的主人也许会希望跟我们见个面，大家这个寒暄交流。我想我们也不会排斥。不过中国解放军当伫咧台湾4号围海海域做军事演练，刘一回4号收到南洋报备，认为时机敏感，甲因可能想卖过去。即摆夏立言同款要过去中国，敢讲袂烦恼影响到年底9合1的大选选情。我没有考虑到选情的问题，我觉得在陆委会眼里面，我大概没有什么适合的时间。美国朋友的来访，以及中国大陆的军演，这些都是在预期之外。照原定计划出发，夏立言强调，袂因为一摆访问就扣中国统战，嘛讲国民党立场清楚，就算国台办提出台湾问题和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件白皮书，不过中华民国存在事实，是北京爱面对问题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